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獨立頻道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我心目中嘅理財神作《致富心態》The Psychology of Money。講到投資理財，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諗起，我要學睇圖表，我要計數，我要睇財報。但呢本書嘅作者 Morgan Housel 話俾我哋聽，理財其實同智商 IQ 冇乜關係，反而同你嘅心理素質、你嘅行為習慣 behavior 有莫大關係。點解有啲天才最後會破產？點解一個普通嘅清潔工竟然可以喺死後留低幾百萬美金遺產？今日呢15分鐘，我會歸納書中10個最重要嘅心法，幫你重新建立一個贏家嘅金錢觀。如果你想財務自由，或者單純想知點樣唔好再做月光族，呢集你一定要睇到最後。首先，大家要明白，呢個世界上冇人理財係癲嘅。好多時我哋睇到其他人投資好激，或者儲錢儲得好死板，我哋會覺得佢係咪傻噶？但其實每個人嘅投資決定都係基於佢成長嘅背景同經歷。例如，一個喺1970年代通脹最勁嘅時候大嘅人，同一個喺2000年代牛市大嘅人，佢哋對股票嘅睇法一定完全唔同。所以唔好隨便批評人，亦都唔好盲目跟隨人。最緊要係揾到適合你生活節奏嘅方法。我哋成日睇成功人士傳記，想學佢哋點樣發達，但作者提醒我哋，成功除咗努力，仲有運氣；失敗除咗懶，仲有風險。當你見到人哋賺大錢，唔好以為佢一定係天才，可能佢只係咁啱撞正大牛市。當你自己投資失利，亦唔好覺得自己係垃圾，可能只係風險發生咗。記住，對成功保持謙卑，對失敗保持同情。講到巴菲特，大家都知佢好勁，但你知唔知巴菲特99%嘅財富都係佢50歲之後先賺返嚟嘅？發達唔係靠你某一年賺咗100%，而係靠你攞住個合理嘅回報，持續咗幾十年。複利 compounding 就好似滾雪球咁，開頭好慢，但只要時間夠長，結果會令你嚇一跳。所以留喺場內比任何嘢都重要。發達同守財係兩回事，致富需要冒險樂觀，但守財需要嘅係謙卑同埋一點點恐懼。你要有一種生存心態。作者話，你可以賺得少過人，但你絕對唔可以俾自己破產。因為一旦你輸光咗，離咗場，你就冇機會再玩複利呢個遊戲。所以記得要留一個容錯空間 （room for error），即係所謂嘅保命錢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我哋要嚟一個重磅嘅觀念。究竟乜嘢先係財富？好多人會覺得，哇，嗰個人揸部林寶堅尼，住半山豪宅，佢就係有錢人啦。但致富心態，作者 Morgan Housel 話，你知，你睇到嘅其實都唔係財富。當你見到人哋買名牌手袋、大閃靈靈嘅鑽石，或者揸住新款嘅 Tesla，呢啲全部都係使咗嘅錢，佢哋已經由財富變成咗支出。呢個係非常關鍵嘅區別。真正嘅財富係你冇使過嘅錢，係你儲起嚟嘅積蓄，你投資落去嘅股票，你冇拎嚟買第二層樓嘅錢。呢啲錢係隱形嘅，冇人睇到，佢哋靜靜雞咁喺你銀行戶口、證券戶口度默默為你滾大。你嘅自尊心越大，你就會越想展示你嘅富有。但每一次你展示，就代表你犧牲咗一部分真正嘅財富。所以我哋應該學習欣賞嗰啲外表樸實，但實際上默默累積資產嘅人，佢哋先係真正嘅有錢人。因為佢哋嘅財富係睇唔到，但係實實在在㗎。呢個觀念好似好簡單，但係好難做到。因為社會上嘅壓力係要你消費，要你展示。但係記住，每一次忍住唔買嗰件奢侈品，就係為你嘅未來財富添磚加瓦。你有冇試過見到人揸部靚車，你會幻想，哇，如果我坐喺入面，我實好威。但事實上，你只係望緊部車，
你根本唔會理個司機係邊個。同你以為買名牌可以贏得尊重，其實人哋只係用你件名牌做背景嚟幻想自己，根本冇人理你。所以唔好為咗面子去使錢。錢可以買到好多嘢，但最貴最無價嘅嘢係掌控時間嘅能力。你想幾時起身，同邊個一齊做啲咩？呢種選擇權先係錢能俾你最高嘅紅利。一個月入10萬但冇晒生活嘅人，未必比一個月入3萬但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嘅人幸福。記住，理財係為咗生活，唔係生活為咗理財。呢點好有趣。純粹理性嘅人會話，你聽，你唔應該還清房貸，因為投資回報高過利息。但作者話，我哋係人，唔係電腦。如果你還清房貸，會令你瞓得好啲，個人開心啲，咁就去還啦。理財方案唔需要追求最完美嘅數學答案，只需要追求最令你安心嘅合理答案。總結返致富心態帶俾我哋嘅啟示：儲錢 save money， 你唔需要一個特定理由去儲錢。儲錢係為咗應對人生嘅不確定性，降低自尊 lower ego。 唔好為咗面子去使錢，保持耐心，俾時間去發揮複利嘅威力。希望今日呢7分鐘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重新審視自己同金錢嘅關係。如果你鍾意呢類書籍濃縮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頻道，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你覺得理財最難嘅地方係咩？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